平時大家買花會唔會選擇鬱金香呢？據聞年宵花市入邊咧，鬱金香嘅搜索量同比暴漲2倍喎。咁25年市場規模咧仲突破60億添啊！鮮為人知嘅係，作為鬱金香原產地之一啦，中國每年要花巨資進口上萬粒嘅種球，稀有品種100%依賴荷蘭噶。而家咧竟然可以打破呢個格局，成為國內最大嘅鬱金香供應商嘅，竟然係京東。鬱金香好唔好種，開得好唔好睇咧？核心就全靠一粒叫種球嘅嘢啦。呢個嘢咧就生得似洋葱咁啦，自帶營養同花嘅胚胎，咁埋喺土入邊咧3至7個星期就可以開花啦。開出嚟嘅花型顏色咧都一模一樣嘅喎，特別就適合呢個批量種植啦。不過呢個關鍵嘅種球咧，長期就被荷蘭握喺手入邊喎。全球90%嘅優質種球都嚟自荷蘭。咁我哋中國嘅種植活當然係艱難啦。上游種球幾多錢，俾幾多貨，全部要聽荷蘭人話事。下游咧淨係靠情人節啦、春節呢啲節日或者係花海旅遊賺錢咁。如果你趕唔上節點啊，花賣出去咁咪蝕大咗咯。可能從頭到尾咧賺咗都係辛苦錢啦。咁京東嘅破盤之道咧就始於一場全產業鏈嘅重塑啦。喺雲南蘇眉基地啦，京東就推出咗代加工加全包銷嘅模式啦。種球由京東統一從荷蘭採購，種植基地咧淨係需要專注培育，產出嘅鮮花咧全程包銷，徹底就幫呢個花農卸落上下游雙重嘅風險啦。呢套歐洲族鋪嘅優勢啦，京東咧就要大批量嘅採購攞落種球最優價同埋稀缺物種優先選擇住貨，再通過飛機冷鏈快充運回國內。下游咧就靠數字化能力分析消費趨勢，反向指導種植，實現以銷敵產，避而滯銷啊嘛。而家咧雲南基地年產量已經超過3000萬支噶啦，京東仲由荷蘭直採3000萬支補充市場喎，將線發力成為國內最大供應商啦。更加關鍵嘅係通過壓縮中間環節，降低物流損耗，京東令到鬱金香嘅價格大跳水啊！10支運達盲盒淨係賣25.9，單支咧都唔使3蚊，比線下批發市場仲平4成咯。同時咧，京東仲邀請荷蘭嘅專家全程指導，慢慢就提升國內種植技術嘅水平啦。當然啦，種球國際化嘅公關咧仍然係任重道遠啦。但係京東嘅攻心入局，既令到消費者用低價買到優質嘅鬱金香，亦都令國內嘅種植者獲得穩定收益啊！更加俾國產技術突破，贏得咗好貴嘅時間。呢波由產業鏈到價格嘅全面突圍，你點睇呢？